1934年，The New York Times 頭條刊登了標題為78歲的 Tesla 有新研究發現 Death Beam 死光的用途及相關論述。這文章是講及如何將空氣中嘅自由粒子聚焦壓縮成巨大能量，再將這種光速粒子射向目標，便能將敵方空戰隊伍武力化，而且有效範圍可達250里外。只需要將這防禦器械 Teleforce 設置於每個城市，便能造成一個全面性對空的防禦網，加上那套專為海岸而設置的無人化海防系統，便能將海洋及天空建構成易守難攻的防禦體系。1935年，Liberty 集刊登了一位特殊人物的著名文章《A Machine to End War》。這文章講及 Tesla 過去如何創造新能源惠及全球，如何發明出防禦性戰略機械去保護國家，還有無線電及交流電林林總總的各樣發明研究皆為實踐世界和平方向發展做出非凡成就。而發表這文章的不單是 Tesla 的友人，更是立場備受爭議的納粹代言人 GSV Lick。